是这个，因为我常常看我们家另外一半啊，常常有这样的表演，所以比较熟。就是一回到家都喝醉了，好我酒哎！原来我们田文仲回家跟我们这少夫人讲话是用评句的，哇，这个就厉害了哦。好我酒。很棒啊，很棒！哎呀，不容易啊，要练过，真的不容易，真的是嗓子很痒啊。有一位要请她来试一下，文英阿姨啊。你不是什么都会吗？我知道啊，还会飙车呢，对不对？对，刚刚那个都是，朋友不要，刚刚那个都是放出来的声音，比较难。那我们做吞下去的，哎，吞下去的，对，哎，好啊，吞下去的就是这个比较尖、比较阴的人呢。如果说发出的声音，笑声上啊，好啊，从鼻子发出。哎，变老命。好，你那奇怪，你那 OK，刚才你要翘耳朵吧一个，起立，立正。夜已经深了啊，各位能够在班上一直坚持到底呢，班主任非常感动。等一下走的时候，一人到那边领一个便当，好吧？啊，哦，好不好？这大家也别太计较，那个便当稍微小一点，大家不会太那个啊，大概跟火柴盒差不多。1 2 3 4。哦。今天我们班上呢，由于品质的关系，由于寄予于将来在我们歌坛上要有产生的生力军呢，我们要不断的发掘人才，所以我们班上年龄呢已经开始降低啊，差不多平均呢都是像何宇文这样啊，差不多都是这个18岁左右，超过20以上，本班一律不收，哎。哦，哎，王力宏还可以，哎，OK 哈，走了，哎，这是王海波小姐嘛？啊，她例外，她例外。谢谢。为什么例外呢？因为她的这个成就啊，不是流行歌曲这个文化。没有为20，就是加1倍。哦，评剧唱的实在太好了。等一下呢，这个班主任要向您讨教啊。谢谢。哦，这个狼姑呢？那我们就要走掉了，我们超过20了。你曾经有20岁过吧？好久了，都记不清楚了。您放心啊。那他呢？班主任呢？因为他是在演戏方面有才华，不敢，而且他是人呐，他不但是人，他们一家都是人，好不好？对，只有我们这家是人，别人都是鬼。你在干嘛？好我踹一个，你是哪丢搞呀？你们的哪位同学？你们干什么？还要带家长到这里来吗？啊？什么家长？那啊，你把这是生底层呀？把酒，哎呦，把酒，哎，是不是小姐？拜托的，参你这拢查我无几岁呢，我家长。你查伊无几岁？对呢，顶下遐尔。麻烦这位欧巴桑来头前一下。啥你欧巴桑？哎，真奇怪呢。啊？这个节目我逐工就咧看，你知无？这不是我逐工看。你拢逐个都安尼甲人亏呢？你唔当是我咧主任哦，主任我拢咧亏主任呢。哈？这位小姐讲话真正昂声的咧。哎，啊，你唔知影阮本班是要创啥会，你也敢来啊？我哪唔知，就是要来教我唱歌。哎呦咧！哎呦啥？咱这个无咧教歌戏的，你知影无哈？但我是当时咧演歌戏。你这款年岁，应该是去隔壁迄歌戏班主任啊。你这嘛是咧讲啥哈？对啊。无你刚才一直讲我强调我年岁，我年岁是安那，我年岁是安那。就问哈，你有没有曾经经过20岁？啊，无我甲出世就遮老啊咧。有骨气哦。有骨气。就问你经过20岁
有超过30年无？你是要叫我来遮甲吐槽的哦？即马即个市场拢搞囡仔伫遮咧佚佗。啊，我都袂瘾来佚佗哦。哈？你实在是真奇怪呢。哦。你无看外口迄摆卡拉 OK 吼，全部吼我去是上幼气的呢。嗨无拢是70外80外，拢伫遐唱歌唱甲你食成了哦。好老甲会得志哦，我无骗你。你搁定定去迄落 KTV 卡拉 OK 对啊。哦，安尼心肝搁真少年得了。本来人就爱安尼。无怪我看你面色。什么面色？什么少年人的活动，你拢照常拢参加。对啊，拢嘛参加。无怪面色。顶届伫大渡路看你咧飙车对毋？哦，你哪会使做出这款代志呢？哈？听说这个我们文英阿姨不是开玩笑，讲李总统先生最近要颁发一个匾额给你，叫贞节牌坊。真的，一枝独秀。就请张志伟来解释一下啊，因为张志伟对咱文英阿姨非常崇拜。啊好啦，你连刚刚来哦，无惊你兄弟啊大阵啦，拢叫来啦。啊，敢若你两个尔，无够看啦。红花豆你这细只，你是所在创啥？你绝对唔知红花豆，这永远是一个标榜。无你拄则恁大讲迄句什么意思啊？贞节牌坊，贞节牌坊就是这个对啊，这是会听的啦，啊尾啊几句纯洁的，哎，你不要迄句啊？尾啊迄句讲啥？是一枝独秀，一枝独秀。一枝独秀。这一句话就深了，一枝独秀啊。那文英阿姨啊，结婚到现在，一世人上万谈的就是讲。什么？这你讲出来无要紧。唔捌他是着第二个查甫人就对了。哎呦，侥幸哦，过去。安尼是敢算会好？哎呦，但是这个人袂贪心，真的听说过？真的听说他哦，这人都袂贪心。足奇怪呢，恁这款人还使摕来遮讲的啊？其实呢，像文英阿姨这样是正常的，是，这才是标准的这个观念。对，架杠几几，结果是点落。温故的食香点。哎呦，夫妻感情还是很好。哦，他也可以说是这个怎么讲，全家非常的和乐啊。不是啊，我感觉我定看恁这节目，啊，恁若到这个单元，不是恁小弟敢若下狗拢去坐你边啊。哎呦，啊，你今仔日看到我，你就是白菜创啥？哦，阮小弟专门就是处理这款足奇怪的代志。哦，啊，你意思是讲我这个人足奇怪啊？啊，难道你都没有接受过外面碰到什么有引诱啊？难道都没有？都唔捌吐锤过啊？捌啦，捌口述啊，咱也唔捌。口述啊，有人对伊口述啊。啊，嘛捌用手安，安尼啦，所以嘛。但是我拢甲当做拖汤的，无看到好啊。哎呀，但是听说那有人安尼。你嘛是3暝拢困袂好啊？有这代志？拜托的无可能啦。好。嘿啦，不是啦，人是拢甲我笑讲吼奇怪，啊，你这个圈内已经遐尼久啊，啊，人多多少少拢嘛有这个花边新闻啦。少年啦，即摆是无啊啦。哎，啊，我以前讲哪有可能？像阮这个吼，敢若粗线条的啊，啊，若准讲要约会啊，是要创啥？人去查甫人嘛安娶我来，但迄你就内行的啊，你即摆表演者我看卖，准讲你要甲我约会。啊，哎呦，不是我真正做袂落，歹势我。啊，我意思是讲，安尼小偷看卖啦，就是安尼无人敢亲我，意思是安尼啦。哎，对嘛，你嘛好对啊。看后面不要看前面。今嘛在想啊，好了，没事。靠腰啊，哈罗都拔袂到，我咧哈罗。马上就演一个勾引记。哎呦，勾引记啊，哎。你啥？你救紧了？小姐，你安尼阁看袂出来我什么意思？我去杀掉你啊啦！杀掉我？我你是青仔长了？哎，小姐。哎，人是食豆腐呢，啊，你连我这豆干你也要食呀？啊，小姐，我足介意，就是你这款性格。我上讨厌查某软小小，我足介意你这款。哎呦，要死你啦！你要死你啦，就是你那这呀。哎，你是安尼哦。对啊，所以就无人敢亲近我啊。机会来，伊嘛是安尼个杀，但是看得出来，也是没有办法坚持很久啊。都会看，起码刚才我的手已经上去了。啊，照道理讲，一个女人手一来已经挡掉了，对不对？我真爱人懵了。不是讲爱人懵，是看人懵。不对，不对。
咱这个文英阿姨是袂贪心啊虽然一个翁仔咧甲你叫过你嘛是阖家快乐。哎呦，会使讲是凡事都快乐 ，Happy， 凡事都快乐。凡事，安尼今仔日可能爱甲我们唱一条歌。大家要不要听文英阿姨唱歌啊？哎，要是吧？好，请回座。好，请回座。这后边是安怎讲？你麦克来调来，像这。啊，会使坐啊，是袂使坐啦。会使。你意思敢若两个歌敢袂？伊拢总只一地尔，哎，一地嘛是爱听。一地要放伫后边，头前唱了后边都无去啊。安尼有很有秘诀的。对啊，安尼督学麻烦先坐一下啊。好啦，谢谢啦哈。哦，第二位，王海波女士。这个其实我们音乐教室呢，其实就是很轻松、很自然的。对。哎，像刚才我们跟文英阿姨的这一段访谈呐，您觉得怎样？很好笑，我一直在笑。哎。对，如果文英阿姨不来的话，今天我就是最老的。真的吗？所以我要谢谢文英阿姨。海波，你干嘛？谢谢。我们是好朋友呢。先唱一段现代的包公是吧？来，音乐哦，鼓励一下。海风有后果，包青天，铁面无胡子脸中间，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来成天，地下和无义流传在民间。那也真是不容易，真的。这个唱法跟流行歌曲是刚好大异其趣，完全不同。对，因为我只会唱用花脸的声音来唱，所以这个是包青天啊。是。现在你换一首很柔的歌，我唱出来还是这个味道。比方讲说花脸，这个它的发音的方法，您可不可以给我们示范一下？找一个段子哈。这是大家最熟的嘛。篱笆山那西。这个马上我们呢就要请你帮我们训练一下一位学生狼姑啊，欢迎郎祖云。因为他应该换一个，这个还不够好。对，还要更难呐！哎，这个已经很难了。不是这个，因为我常常看我们家另外一半啊，常常有这样的表演，所以比较熟。就是一回到家都喝醉了，好酒味。原来我们田文仲回家跟我们这少夫人讲话是用评句的，哇，这个就厉害了哦。好酒。很棒啊，很棒！哎呀，不容易啊，要练过，真的不容易，真的是嗓子很痒啊。有一位要请她来试一下，文英阿姨啊。你不是什么都会吗？我知道啊，还会飙车呢，对不对？对，刚刚那个都朋友不要是，刚刚那个都是放出来的声音，比较难。他现在要吞下去的，哎，吞下去的，对，哎，好啊，吞下去的就是这个比较尖、比较阴的人呢。如果说发出的声音，笑身上啊，好啊，从鼻子发出。哎，变老命。好，你那奇怪，你那 OK，刚才你要徛耳朵吧一个，不是，迄是丹田的力。哦，你迄是用丹田的。嘿啊，所以就爱低起来，人有练咱无练啊。哎呦，袂歹啊啦，袂歹，请回座，鼓励一下狼姑哦。英文还有国剧，哎，这个就厉害了。哦，因为我看到我们有一位来自纽约的嘛。是，王力宏嘛。对。哎，来，哦。但是哪一句啊？所以可以用英文来唱国剧啊，英文。对，你刚刚本来模仿的，你刚刚讲的那个第一句，教他一下看看。第一句刚刚是什么？力拔山兮啊！好，力拔山兮。篱笆山那西。好，篱笆山
不太了解。哎，不是，您这个声音在殡仪馆常常听到。擦一下嘴啊。他讲英文国剧会比较好。英文国剧。对，这个唱英文国剧啊。那怎么唱？If you don't love me, if you don't love me。哎，这个好，这个好。他回到美国用得到。用得到，用得到。碰到外国人的时候。If you don't love me， 哎。But I know you love me。哎呦，歌剧啊！哎，没有人跟你研究歌剧，好吧？狼姑，哎，主任好，您真是非常不简单，怎么样？是一位很有味道的女人。你闻出来我2天没洗澡了吗？不，那个味道不是这个味道，美语之间的味道。哦，真的啊。哦，您这个演那个戏叫《我们一家都是人》呢。对。还有一位同伴跟您一起来的是吧？嗨。说起来就难过了。这个戏里面我们老是打成一团呐。是。对，然后其实戏外我们是好友。但虽然是好友呢，但是我们2个完全没有任何男女之间的情感因素在里面，绝不。抵死不从。哎呦。对。这么说他还企图对您染指啊？我亲过他。啊。对。这位年轻人，请到前面来，来鼓励一下。赵自强。很面熟的一个朋友。赵世强啊，哎，我19岁，我以前最喜欢那个看他打的棒球，打得好，哎，那是赵世强，哎，对，体重是差不多，哎，体重好像差不多啊，哎，对，这位年轻人赵自强好像不错。你们2位怎么样？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表演呢？没有，因为今天一开始我们能够跟文英啊一起来，我们是鼓足了勇气，因为有他的带领。对，他说他要来这里出唱片，对，我们也想出唱片。哦，他是这样跟你们说的。对啊，对。哎呦，他也是到处拜托人家给他出唱。你在干嘛？我就不能出唱片啦？可以。出唱片，你讲清楚，不是出大片。什么？这会剪掉，对不对？这会剪掉。这个现在尺度是不会剪的啊，因为这个都可以出来。一个人他上了年纪，他讲的话不能乱剪，乱剪表示不礼貌。你好奇怪呢，你跟他不怕对吧？你跟他好像很痒哦。哎呀，打他都看到我都很怕。哎，真的吗？他很乖哎。我左边脸都比较肿。对呀，你看。又上来了。好，你们2位这个看到他要出唱片，你们有什么想法？很羡慕啊，我们也想出唱片，对他都能出，我们也能出。这个出唱片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你可以考试啊。考试。我还考5嘞。没有考试。哎。考试。对。考试呢，像是先考这个打口哨。打口哨是怎么叫打口哨？打口哨。就你吹我就打你这样。不，要打出声音叫。哎呦，不错，音乐。不是，还没打，还没有开始。现在开始。哎，这一招班主任还没学过。我教你。看到没有？这样。行了，2位要做什么样的歌唱表演？马车夫之恋。好，掌声鼓励一下，听听看。好。不
么从头到尾就这4句啊？这个人歌声不错，有个缺点就是容易忘词。哎可是飞哥，你一定要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这不能再表现了。他有一个老是这样子的话，完整的，真的有一首完整的。真正感人，要唱到感人，一定要有很重要这首歌。他每次唱不了几句就完了呢。绝对不会。不容易，大家都听到入神的最后一句，又回头了啊！哎，真的这个出唱片是不容易你的。才知道不是很容易。当歌手真的很不容易。哎呀，哎呦，我说先生，刚才您唱了这么多人成名的歌星的歌啊，是啊仿佛都有一个相同的毛病。什么毛病？好像你们唱歌那个唱片好像给太阳晒弯掉了。哎，不错，好不好？谢谢哎待会儿还有精彩的表演，谢谢对吧？鼓励一下，鼓励一下。谢谢。现在才开始正式进入音乐教室。哎，怎么啊？前面怎么要剪掉哦？不是，没有要剪掉啊。剪掉会翻脸呢。啊，不会，您放心啊。我是说，因为你们的表演太好了，使我们的音乐教室已经到达另外一个境界。王力宏啊，谢谢，飞哥你好，哎 man，哎 man，哎，你看你的意思是文英阿姨是多的是吧？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次上课跟以前不太一样？哎，完全不一样啊！哦，对，那非常好玩啊，反而好玩啊，真的好玩。哎，哎，这些演员啊，真的很有天分啊，对这些戏剧啊。通常我们听人家讲谁有没有天分，都是长辈说小孩子。哦，我很少听到一个你小孩子讲那个长辈说。但是我可以欣赏哎，那个文英阿姨很有天分哦。我的意思是，还不错。我的意思是我很欣赏他们的这个天分。对，他们的表演方法跟一般你们这样不太一样。那您今天看如何表演，跟他们不要脱离太远，要变成2个班了嘛？哎，不是，我们没有要你弄到白痴去嘛，这个也没有差这么远了。先听听看你的歌好不好？啊，好，带来什么歌曲？如果你听见我的歌，好哦，谢谢。爱不透，是哪里出了错？或许只是该结束的时候。想起你那句还是朋友，哦，为什么我竟如此痛在心头？不错。好，请坐。谢谢。何宇文。哦。主任好。这一人是非常可爱的，最近出了一波小朋友的唱片，销路不得了。从此以后，你不管到哪里去，都有一大堆肉球跟着你跑。肉球啊！肉团。那群小朋友天天跟着你。好了，先干脆到这里来一下好了，马路。忍不住了，来，站好，排一排，站好了。 Oh my God！ 哇，这什么肉丸还自己会跑来跑去的？哦，哇 ，My God！ 哦，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大修。大什么？大修。大熊。大修。大修。大修。我叫2修。我叫3修。那不用说，你就是4修啦。大家好，我是4修。我艺名叫吴昕，我本名叫林廷成，我绰号叫菲菲，我英文名叫菲。哎，这简直是疯子嘛！啊，他还会 rap 啊！哦，你看我。来，干脆你这么喜欢表现，你再表演一下，一整套的。就是哦，来来 rap，对抛媚眼孔锵来一个 rap。我叫吴昕，我本名叫林廷成，我绰号叫菲菲，我英文名叫菲。掌声鼓励。来，这个要特别介绍。这个在他们团体里面一定吃亏了哈，对不对？也不会抢戏，啊，什么名字？花瓶。哈？花瓶。花瓶。
哦，我就觉得好像在日本的那个一个温泉那个里面。好，最好了，来，我们再听他讲一次，你叫什么名字？拖油瓶。拖油瓶。葱油饼啊，真的叫葱油饼啊？猪头皮。拖油瓶啊。拖油瓶。啊，拖油瓶啊。这不错，哎。他们每个人都很有才华。第4个这个叫四什么？四猪是吧？叫什么？对，你们刚才叫什么？什么？四修来。哦，四修哦，对不起。桂奶花。哦，桂奶花。哦。他现在已经跟何宇文一样重了。哎呦。哦，哎，这个就厉害，这还可以打出音乐来，梆梆梆梆梆梆。厉害啊！那你这怎么跟他们表演呢？有啊，这次我们的歌就是有他们6个是我最专业的舞群，带他们表演一下好不好？好。带来什么东西？打屁股。哎呦，鼓励一下。好，就打屁股位置。好，1、2、3，就位。再也不敢忍。是我就完蛋，先看电视真是棒，没学功课怎么办 ？Come on baby, come on baby， 拜托不能养成习惯，做错事不要怕，要勇敢面对现实。爸爸妈妈，但是啊这次原谅吧，打屁股打屁股打屁股，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好痛啊！要记住学坏了就不会被打。他们每个人表情十足，这几个小孩是哪里找的？太可爱了啊！生气的表情，每个人都要单独做哈。来，生气的表情。这个人将来不得了，完全你看脸上看不出来生气了，来生气。有表情，仔细看，你们别动啊，高兴。你们别，他真的不太一样。来，把这个木瓜拿走一点。高兴。笑，冷冷笑。他有表情，有高兴。啊，笑。哭。会不会耶？来耶！1、2、3，耶！生气。好，鼓励一下啊！好，来立正，向右看齐。Oh my god！ 向右看，向前看，敬礼。好，他们是不是要在这边还是先下去？他们要先去换衣服。向右转。向右转。来，目标后台起步走。这还同手同脚的。飞哥，我也要去换衣服了。你也要去啊？嗯。稍息，立正，向右转。1、2。起步走啊！鼓励一下。有遐囡仔有够古锥。好，接下来是特殊才艺验收，就是咱文英阿姨要紧张的时阵，有请文英小姐。
殊才艺，这不是咧，拄则你一个起来，安尼气氛又我足好安尼，刷落来都是哎，当真正要唱歌的。真的哈。好。你唱歌可要吹我？对呀。哎呦，你们两个要跳舞啊？左右护法。对啊。哎呦。你囡仔拢较大颗，啊，你两个哦，我来叫你两个用真勉强啊呢。哎，你要唱一个什么歌？白牡丹。哎呦嘞，破声拍一个哦。可以啦。三个人排几排，那跳咱两个向头前，伊向后边。哦，这真正无简单。是互咱发觉到一点。所以你这个动作要教一下才行。像文英阿姨这样子，她说从我这个班上出去，我死不承认啊。第一个，唱歌是看低音的，拢无准的。白牡丹，就是要来这边学嘛。不行啊，第一段呢，白牡丹那样啊，第二趴都要开始讲。哎呦，干嘛想学？这两个姿势啊，你就看我什么动作，你带我学就对了。1 2 3 4。好，哎呦，好，开始，预备起。那不行啊。那你不是说跳舞而已啊？不是了，要边唱要边跳。姿势过来教了你。嘿，1 2 3 4。踢腿，哇！真像的嘛你。哦。但是互咱发现爱家要训练一下。哎，你莫看文英阿姨恰白白，结果恶人无胆，唱歌都咱两个人甲你安尼。真正唱起来，他这个突然间揪起，就奇怪了。不是啊，这个不是我的专长啊。好，那你的专长我知道。绕口令是专长。哎呦，大家都不晓得啊。床上。哦，床上，我来知影讲你啊，一世人安尼，敢若缀着一个翁尔，天天想床上安尼嘛袂使，要不要用节奏扣的？哦，嗨！墙上挂着树黄花，白黄，不要，快一点啦！我要快一点啦。对啦。啊。墙上挂着树黄花。这不是他快慢的问题啊，他是你。但是墙上画着的是凤凰，但是那你是墙上画的，我讲台语嘛，这还可以讲台语啊？对呀。哦，对呀。好了，2 3 4。墙瓦顶挂着四红红，白红红、红红红、粉红啊红红、红红。对呀，不是很快？那什么台语的呢？墙上画着是凤凰，白凤凰、红凤凰啊，粉红凤凰、黄凤凰。哦。对呀。来，1 2 3 4。干嘛先叫我来跳舞啊？这个还没要按照这个节奏这样晃动哦。好，1 2 3 4，哎耶！哦。墙上画的是凤凰，白凤凰、红凤凰、粉红是红。你是嘴来是受什么物件的咧？这不是讲台语都很快啊，讲国语我都会怕干啦。这个回去要好好练一下。好啦，好，鼓励一下，谢谢。接下来就要邀请王海波小姐啊！哦，看到没有，各位？哎呦，不容易哦！哎呦，来，请。好，那么这个今天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是一个包青天里面的一段戏，对不对？对，啊，变脸。
出我泰山谷，九龙头。白脸未必见，黑脸未必丑。装疯卖茶，卖茶装疯，原本是喷喷的墨春秋。珠江入湘，龙虎斗，才子佳人梦红楼，反目情，粉底油，相逢一笑。愁，一日算，也不过是那圣诞佳丑，却也得记。我散这人间百态，千年花季万古哎呀，嘿嘿，这有意思，不是开玩笑的，那个反差啊，给人家很强烈的感觉。没有，每次要表演这一段都要勒那个调整型束缚。不光是台湾啊，就是中国世界的戏剧这么多啊，只有中国的京剧是可以跨越生理性别的障碍的演出。是。那平常我出去演包公，人家真以为我是一个男人。那这样子演出以后呢，人家觉得说，本来王海波不美，一根包公比，哇，就惊为天人。对。不对，其实你本来就惊为天人，谢谢，很有味道的一个。在国外演出特别有效果，那他们都没站起来，观众都会站起来拍手。哦，所以你们大家以后要检讨一下，大概是饿了，快12点了，鼓励一下，谢谢，谢谢，请坐。好，该我们狼姑了，狼姑还有我们那位是一起的吗？那么接下来你们2位给我们带来什么特殊才艺呢？即兴表演，这个很厉害，这个很麻烦的。对，那我不晓得飞哥是不是要出什么题目呢？还是可以出题目吗？对，因为就我们2个就来演一下。我们2个好了。出题目呢？那还是我们跟观众朋友有本事啊，真的没排练过的，就是你看你需要什么题材就地取材，年龄大概多少？不分长幼，适合我的比较好。适合你们？你干嘛？我爱红娘啊！适合他们年纪。有来，这位穿长发美女。好，有没有男生自告奋勇的？好，从外国回来的。哪里回来的？美国哦，哪一州啊？ New Jersey。新泽西，不错好你呢？是美国。美国哪里啊？加州。California。哎呦，太好了。这很紧张了，我们完全没套过，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们，好像表演特技一样。好了，你是把它举起来。这个厉害。麦克风都不要的。
海豚跳舞。这个真的厉害。听无？这是一个方法。哦，给他鼓励一下。哎呦，这位先生是，哎呦，
这不是 Robert De Niro 先生吗？哦，不是，卓别林啊。好，开始了。哎呦，他真的，真帅，哎呦，真帅，真是疯了。哇塞！哎呦！哦，